安，进来一下。顾总，明天早上8点，让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来我的会议室开会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等等，派人盯住常志成，看看他跟什么人有来往。常副总。哦，知道了。少爷，回来啦！少夫人呢？哦，少夫人她说和朋友出去逛个街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出去逛街了？跟谁出去了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少夫人，你回来啦？哟，回来了。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我回来早就是为了陪你啊。你干嘛去了？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啊？今天确实挺累的。有些人还自称自己是宅女，但是只要我不在家，他就自己偷偷出去玩。是不是你啊？哦，今天真的累，真的累，闹了好不好？那累了上去早点休息吧。好，上楼歇着吧。喂。喂，我让你做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了？好，另一件事呢？常副总确实在此前有跟几个部门部长接触过，其他的没什么发现。果然被我猜中了。另一件事呢？按照顾总的吩咐，我已经安排下去了，明天都可以准时参加会议。好，按照原计划进行。怎么了？不是说累了吗？怎么不去休息啊？其实我最近都有一件事情想和你说。我就知道你有事要跟我说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我家里最近出了一些事情，需要一笔钱。可是我没有。钱呀？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。多少钱？跟我说，我给你。100万。100万？如果你觉得不太方便的话，没关系，100万。正好咱们结婚之后啊，我也没有送你什么东西，没给你买什么礼物。你呢，拿着这个钱去买点东西。拿着，拿着呀。谢谢你。跟我你还客气啊？上去休息吧。志成啊，那份签名书，你敢确定是你手下的员工自愿交给你的吗？当然。很好。只要那份东西是真的，我就对你充满信心。啊，人都到齐了吗？是的，顾总，人都已经到齐了。联名书谁的提议？
好，今天要是没人给我一个交代，那么从明天开始，在座的各位，以及你们部门所有的员工，都不用来上班了。顾西城，我看你是不是疯了啊？你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吗？你是想玩，你自己回家玩去，别拿公司的员工开玩笑。李老，你不要激动，冷静一点，因为不管你说什么，也影响不了我的决策。顾先生，你别看你人五人六的，你们顾家就是因为出了你这个败家子儿，你奶奶到今天还在为你受累。好了，李老，你现在年纪也大了，该回家休息了。来人，请李老下去休息。你们想把我怎么样啊？我看你是反了你啊！顾西城，你心里还有没有我？你还有没有我呀你？哎，你们对我的李叔叔轻点儿。顾西城，我看你是反了你，跟你没完！好了，现在清静了。有人想说话吗？我觉得你不配当沈冷的领导人。说得好，继续说。你只顾自己玩乐，不顾公司的大小事业就罢了。而且我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，你只图自己爽快，耽误公司项目的整体进程。而且，好了，你别说了。会议结束之后，带着你部门的人回家。什么？你说的的确没错，我是一个只会图自己爽快的人。但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部门连续3年的业绩不达标，就这个月，你们跟丢了7个项目，谈崩了3个。我为什么要留一个只会吃饭而不会工作的人在公司？还有谁？露露，哎，少夫人，哎，慢点。你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手镯？没有。你再想想，银色的，很细，这样扣着的。反正我刚刚收拾的时候里面没有。你全都找过了吗？我找过了。哎，要不一会儿我去洗衣房的时候再给你找找。洗衣房？哎，我去。哎，少夫人，哎，少夫人别找了吧，还是我来给你找。方叔要是知道了，他准会骂我的。少夫人，哎呀，找到了，终于找着了。我去。哎，露露啊，这怎么这么多袜子呀？哦，这袜子啊都是少爷他穿过的，马上就要扔掉了。扔掉？这些袜子看起来都很新啊。我们家少爷他有洁癖，穿过1次的袜子，他不会再穿第2次的。全部洗干净。啊？苏妍希，苏妍希，苏妍希！我让你生气，让你这样跟我说话，让你生气，怎么不去死啊？我让你做顾家少奶奶，你去死啊！当你的顾家少奶奶！让我下地狱，就算我下地狱，也会带你一起去。
到底是不是他？我在这等半天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啊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这。我要东西呢。来，那我要的东西呢？ DNA 检测书是吧？我忘家里了。行，先把钱给我，我下次给你带回来。你是打算自己回去拿，还是我跟你一起回去拿？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要是敢打，我就把它撕了，大不了大家都不要好。你，陈哥，有谁要说话？敢说话的都被炒了，还有谁敢提意见呢？不是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没有资格坐这个位子吗？既然常总对我有意见，不妨说来听一听。我对顾总没有任何意见。那就好。我就住这儿。哎，这门怎么开了？这怎么回事？完了完了 ，DNA 报告没了。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报告给我？没有，我一开始就想给你的，真的。你又在骗我是不是？我没骗你，我这缺钱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他拿走的。他。 肯定是他拿走的。贺锦熙，贺锦熙，他在什么地方？爸爸，那你刚才说那个他到底是谁啊？啊，他是贺锦熙的朋友，这东西肯定是他拿走的。既然你没有我要的东西，那你要的东西我也不能给你了。不是，哎，女儿，你这钱是不给我啊？不给。你要干嘛呀，爸爸？你给我，爸！你给我松手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松手的话，我就不念父子之情，我打你啊！我不行，爸，你不能把这个钱拿走！爸爸，哎呀，爸！爸！锦熙，少爷，少爷，你回来啦？少夫人呢？哦，少夫人她出去了。出去了呀？嗯。我问你，少夫人的父亲最近来找过她吗？这……说呀。少夫人的父亲前2天确实来家里找过她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少爷，怎么了？早上的时候，少夫人让我陪她去洗衣房找东西，然后她让我把你穿过的袜子给洗了，放到了你的更衣室。啊！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别动，让我缓一下。他怎么能那么干呢？啊！少爷，少爷，你没事吧？要不我扶你上去？别动，让我一个人冷静一下。完了！西城，
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都别动！叫医生，快！啊！不要叫医生，先把我翻过来。露露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我们家少爷他有洁癖，而且特别的严重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老夫人想要把少爷这个毛病给改了，可是用了好多的办法，都不管用。露露，去把那些袜子，还有袜子旁边的衣服都给我扔了。好的，少爷。顾西城，我已经算过了，你每天丢掉1双袜子，1个月30双，1年就是365双。你知不知道这是多大的一笔开销啊？这些钱呢，如果省下来，已经足够资助3个大学生全年的费用了。我倒是要看看，你顾少爷这个毛病，我改不改得过来。天哪！露露，露露，怎么了？露露呢？露露啊，在下面忙啊。今天她怎么没给我袜子呀？我帮你拿上来了。拿。这个袜子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啊？眼熟吧？这个是你前天穿过的那双啊。啊！不行，姐姐，拿走！不行，怕什么？不行，这个袜子别是我亲手帮你洗的，受不了，可干净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但是千万别让我穿这个袜子。哎，赖赖临走之前可是说过了，他走之后家里什么事情都由我负责。不行，给我穿上。这些快来人看放鼠！露，你们有没有人在啊？救命啊！我觉得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，主要在于营销手段和营销策略。我们采用多模块化。顾总对这个项目有意见吗？没有意见。那顾总是对我有意见了。常总说的非常好，请继续。我认为顾总这种行为对我很不尊重。抱歉，刚才我的状况不是很好，现在可以继续了。继续。苏妍希，怎么这么着急呀？现在还不是着急的时候呢。贺锦熙，你，喂，永远都在挂我电话。我就算去找他，他也不会把检测报告给我呀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散会吧。顾总，我跟您汇报一下您下午要见的人吧。你觉得这双袜子我是扔了还是不扔啊？顾总，您扔了会怎么样？不扔会怎么样？扔了的话，我回家有可能会死；不扔的话，我现在就会死。那我觉得您为了接下来要面谈的人，还是扔了吧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那我不扔了吧。顾总，您开心就好。后面有谁要见我？
进来。少夫人，这是你让我洗的袜子，我该给它放在哪里啊？我来吧，我来。你进房吧。哎。王斌，啊，看简历，你工作经验还挺丰富。顾总过奖了。啊，今天有点特殊情况，我平时不是这样的。没事，顾总您开心就好。你跟常志成之间是什么关系？我跟他是大学同学。哦，你们是大学同学？那么他有没有告诉你，在这个公司里，我最讨厌他？他没跟我说过。哼，那么你回去问问他，他哪里来的自信，敢把自己的人推荐给我？顾总，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误会了？误会？你不是常志成推荐过来的吗？是。那你是不是他的同学呢？是。那就没有误会啊。顾总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虽然是常总推荐过来的，并且跟他是大学同学的关系，但是我跟他其实没有那么熟，因为我知道你们在招人，所以去联系了他，让他推荐我，仅此而已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而且我相信顾总，您肯定不是一个会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上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么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我还就是一个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上来的人。喂，结果跟我说的一样吧？事情进行的还挺顺的，打算怎么办吗？没打算怎么办？老太婆现在不在国内，集团所有的理事明显的偏袒我这边。前段时间还要大肆裁员，搞得公司里面怨声载道。我这次叫你过来，只不过是想试试他。如果他真的接受了你，让你进了公司，事情反而棘手了。为什么棘手了？别看他表面吊儿郎当的，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如果他真的接受了你，那说明他对我就有了新的对策了。喂，吃点水果吧。看见了，今天这个葛优躺不错呀。看下面，脚。什么脚？是袜子。就是因为这双袜子，我今天一天在公司都是全身上下腿发软。还让常志成看了我的笑话。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什么是人鱼公主变成人的感受了。什么感受啊？就是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。西城，你电脑里有邮件，应该是公司年会的照片。锦溪，你帮我收一下。好。
喂，贺锦熙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还能在哪儿？我在外地。那串手链果然是他的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赶紧说，我很忙的。我想找你求证一件事儿。求证？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“求证”这两个字？我看到神龙集团20周年庆典现场的照片。照片儿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当时你告诉我，说你还没回来呢。可是我在照片里看见你了。我当时确实没有回来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，目的在哪儿？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居然恶毒到这种程度。好了好了，你一个冒牌货在我面前说教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你不要以为有几样东西就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一切尽在掌握。你可别忘了，你的命还在我手上。我就知道，爸爸那儿的 DNA 检测报告一定是你偷走的。其实你不知道吧？爸爸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就是贺锦熙。你为了地位、金钱，连你的亲生父亲都利用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？这样吧，妍希，我们来做个交易。我把检测报告给你，你把你手上的照片和手镯还给我，从此以后我们俩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去自首吧。你说什么？自首可以轻判的，我一定不会把这些证据公布于众的。苏妍希，你是疯了吧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站在我面前指证我？贺锦熙，你是我亲姐姐，我不想看你在这条路上越错越远。够了！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东西你给不给？就算你现在就把那份 DNA 检测报告发给顾继成，这些证据我也不会给你的。好，这可都是你自己说的，希望你别后悔。傅博雅的事儿，是不是和你有关？这个人我不认识。贺锦熙，这么多证据摆在你面前，你还在狡辩，你是不是一定要逼我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众啊？贺锦熙，你是我亲姐姐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居然恶毒到这种程度。你为了地位、金钱，连你的亲生父亲都利用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？
狙击手吧，狙击手吧，狙击手吧，狙击手吧。露露，哎，少夫人，你一会儿是不是要出去啊？对啊。反正我在家待着无聊，我跟你一起去好不好？露露，那好吧，走吧。今天晚上想做什么菜呀？都可以啊，你做饭那么好吃，多买点吧。我知道少爷喜欢吃什么，我把少爷喜欢吃的都买回来，让你做呗。也行啊，那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，多买一点。顾西城真的让你来监视我？是啊，常总，你还是小心点为好。顾总最近处处在针对你。他针对我也不是1天2天了，不过我也不是那么好招惹的。安安，还是你对我好，时刻惦记着我。常总，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，不知道该不该和您说。安安，安安，如果说出来让你为难的话，我可不愿意听。谢谢常总，您这么为我着想。安安，你的立场我知道，你的心思我也懂，但是我不想因为我连累到你，知道吗？不会的，怎么会连累到我呢？我现在只想帮着常总您。其实我想说的就是，上次在顾总开会之前，他已经让我在背后偷偷调查了您。听你上司的命令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但是您放心，我绝对没有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报告上去，尤其是关于那方面。你先看看，这是菜单，喜欢吃什么随便点，今天我请客。吃什么吃啊？我气还没消呢。小薇女神，您就看在我今天特意挤出来时间，并且锲而不舍地给您打了12个电话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妍希呀，小子在，你最近是不是发大财了？怎么可能呢？绝对没有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以前可是1毛不拔的呀，怎么舍得来这种地方吃饭？还不是为了得到您老人家的原谅吗？所以我痛下血本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这话我爱听，再多说几句让我听听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不要跟我这样的人一般计较。你这样的哪样的人啊？小人。还有呢？梁小飞，你太过分了啊！不要给你3分颜色就开染坊好不好？爱点不点。服务员，2份蔬菜沙拉，2杯白水。你看看，
狐狸尾巴藏不住了吧？凶恶的獠牙露出来了吧？我就知道你会这样，一点诚意也没有。服务员，点单。我这床早上刚铺好的，怎么又乱了？哎，露露，哎，下来帮我一下。哎，来了。这贱人肯定是把东西放在身上，怎么办呢？怎么样，薇薇女神？吃饱喝足了，这回您的气儿消了没啊？看在这次你略带诚意的份上，眼前消啦。哎，说起来啊，这家菜是贵，但是口味不错啊。口味当然不错了，你也不看看牛排多少钱一份，我心绞痛都犯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，你一会儿不着急回家吧？不着急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逛街啊，还怎么？又逛街？是，去不去？一定要陪我。我腿都快断了。跑不了。走吧，亲爱的，我等不及了。快点儿，走了，逛街街了。好。安，让常志成来我办公室一趟。进。给我一个解释。顾总，你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？你不捡起来看一下吗？顾总，听我解释。好啊，你说。长城电子项目，长城电子科技这个项目。说呀，你不是要解释吗？说呀，继续往下说呀。说不出来吧？那我帮你说。长城电子这个项目是我去签的约，然后交给你跟进，该拨款拨款，该动工动工。为什么出现楼层坍塌的问题？啊？可能是因为施工技术质量的问题。哦，真的是施工方技术的问题吗？顾总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去跟施工技术交地人员进行落实。站住！我话还没说完，你就一口咬定是施工方技术的问题，是不是要隐瞒什么？老实说，是不是材料的问题？你就这么不信任我？对，我就是不信任你。我自认为
没做过对不起公司、对不起顾总的事儿。好啊，就凭你这句话，这次公司所有的损失由你个人承担。顾西城家里的，不会这么巧吧？苏妍希，你有点诚意好不好？是你说过要陪我来逛的。我今天不是一天都在陪你逛吗？你看看我脸上只有2个字：诚意。好了，那你说我这件衣服是扎起来好，还是放下来更适合我呢？张快快来了，我们一下迎接。哎，店长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还在换衣服呢，你们走什么呀？这位客人您有所不知，今天我们集团总裁过来巡店，但这并不影响您购物。如果您有什么喜欢的或者合适的，您可以继续挑选和试穿。祝您购物愉快，谢谢。总裁，妍希，他们说的那个 SL 国际百货的集团总裁，是不是新闻上说的那个花花公子顾西城啊？不知道啊。好想去看看他传说中的老婆是什么样的，这么好命，我要去看看，我要去看看。人家老婆长这样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来，我这件不是，你让我看一眼，就一眼好不好？就一眼。来，你先过去试试。哎，帅哥，哎，帅哥，哎，好好试衣服。这里要重新装修，这家店的灯光再调得亮一点，这个广告牌子要重新更换。顾总好，这家店装修的不错啊，进去看看。欢迎顾总莅临指导。把头都抬起来。你的头发太乱了，弄整齐一点。你的发型不错，皮肤也还可以。你的皮肤不太好，下班之后多敷一点面膜。整体还可以，不错。谢谢顾总。什么鬼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么巧啊！妍希，妍希，哎，你说这件好不好？这个好不好嘛？
锦溪，你朋友啊，介绍一下吧。锦溪。啊，对，我是她闺蜜，我叫林小薇，你叫我小薇好了。你好，我是顾西城，我是她老公。老公，老公。你好，老公。不是，你好，郭先生。你是不是肚子又不舒服了？我陪你去洗手间好不好？走。不是，没有。等我们一下哈。记得什么？不是，哎，快！我别再硬撑着。你，哎，我没事。哎，怎么成锦溪了啊？他什么时候变成你老公的？你老公什么？闭嘴！听我说，我知道你心里现在有1万个问题想要问我，今天之后我会一个一个的跟你解释清楚。但是现在你必须要陪后演一场戏，一会儿出去之后你就说你要走，我不让你走，你家里有事必须要走。你这么英语聪明，肯定明白了，对不对？快走！哎呀，走吧。一会儿你们去哪儿？我让司机送你们。不用了啊，我呢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好不好？你说好陪我一天的，有什么事儿啊？那么着急？家里有事儿嘛，你就……既然你闺蜜有事儿，就让她回去吧。就是。这里，谢谢，亲爱的，记得联系我啊，改天请你俩吃饭，当是我赔罪，好不好？谢谢啦，拜拜。你这个闺蜜还挺有意思的。看上了是不是啊？要不要我给你修个眉啊？这位姑娘，你老公我已经从良很久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走了。去了？放哪儿了？难道在家里？这个锦溪干嘛去了？进来一下。我下午有什么安排？
下午是长城电子项目施工坍塌的问题，合作方会过来商讨解决方案。这个会我不参加了，我回家一趟。可是顾总，让常志成去参加，他自己捅的娄子，自己解决。去哪儿了？把单子给我！给你干什么呀？老娘不卖了！你还是不是人呢？孩子这么小，他是放烧的。放烧，天天病人歪的。我是猪猪，我不是人。你给我钱，我给你吃啊！啊，你给我钱吗？你把这钱给我给我，你给我滚！赶紧滚！妈妈，你带妹妹要去哪儿呀？你跟我说，我不是你妈妈。就是你妈！不要！你给我回来！我告诉你不听话，我把你关小人屋去啊！到拐角的王奶奶家，给我拿2瓶酒。爸爸，我还要写作业。学习有什么用？给我拿酒去！赔钱货，在家里谁都不听话的。妈妈，你看，妹妹真的不要我了吗？很锦溪，锦溪，锦溪，锦。怎么把鞋子乱扔？锦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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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锦溪。西城，西城，
锦溪，你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别说话，我去叫医生。啊！方叔，快，锦溪醒了，我去叫医生。哦。少夫人醒了。方叔，发生什么了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那天要不是少爷临时回来拿文件，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少夫人，少爷担心您的身体，已经在病床前守了3天3夜了。我睡了那么久。啊。方叔，你赶快让齐少回家休息，不要再在医院待着了。常医生，您过来看一下。锦溪，医生来了。贺小姐醒了。顾少，既然贺小姐醒了，就说明没事了。她现在只是比较虚弱，好好休息就行了。那就好。哎，正好她醒了，我想问个问题。好。贺小姐，我想知道那天你都吃过什么东西，见过什么人？您为什么要这么问呢？顾少，我们在贺小姐的血液检验报告里发现有迷药的成分，我们怀疑是否有人蓄意将含有迷药成分的制剂喂食给了贺小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常医生，您先去忙吧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锦溪，你好好想想，那天家里有没有来什么人？那天中午家里没有人，我睡醒觉以后就下楼了。牛奶，我下楼之后喝了一杯牛奶，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少爷，我会尽快把事情调查清楚，给您一个交代。进来。常总。啊，找我有事吗？啊，我来是想问问您，上次长城电子的事儿，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吗？我劝你以后还是少来我这为好。没事儿的，顾总这几天都不在公司。为什么？您不知道？怎么了？总裁夫人受伤住院了。怎么回事？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的就是顾总一直都在医院，根本没空来公司。能不能帮我一次？什么事儿？您尽管说。把顾西城最新接触的几个案子资料还有客户联系人拿给我。常总，您让我考虑考虑。帮帮我。
少夫人，我给你切个苹果吃吧。西城，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儿了？公司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现在要做的是安心休息，其他什么事儿都别管。露露，哎，方叔呢？哦，方叔他在门口跟公司的人交代事情呢。锦溪，我去跟方叔说点事儿。少夫人，吃点苹果吧，来，给。好，我说的都明白了？明白了，去办吧。好的。方叔，呀，少爷，我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啊，我查看了别墅区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，只在一个摄像探头录下的一小段影像中，发现了一个人影。所以我想，这个人一定对顾家是了如指掌，他几乎避开了所有的监控录像。看清楚这个人是谁了吗？好像是少夫人的表姐苏妍希。苏妍希，想不到这个女人竟然对自己的妹妹下手。方叔，最近公司的事儿，你也知道了吧？知道。你是怎么向奶奶汇报的？啊，少爷，我这是奉命行事。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想知道对于这件事，奶奶是什么态度。老夫人说，近期家里出的这些事情，很有可能引起公司内部人员的躁动，外界那些对神龙虎视眈眈的公司也有可能因此而介入，所以希望少爷能够小心谨慎才是啊。我知道了，所以公司那边，你得派人帮我盯住常志成，我怕他近期会有动作。明白。醒了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都不记得了。你是张叶达？想起来就好。来，把衣服穿上，收拾收拾，咱俩去吃个饭。张叶达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的目的就是帮助你呀。你看看自己的脸，跟以前有半点关系吗？你想羞辱我？怎么能叫羞辱你呢？我是让你看清楚现在的现实，掂量自己的分量，不要再这样自作多情了。如果没有以前的脸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你要想夺回你以前的一切，你只有靠我。靠你？你能做什么？是，我们俩道不同，但是目的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完全可以信任我。你整容，再毁容，又再次整容，你想控制你的妹妹，结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啊，把自己的金主拱手让给了她，这都不要紧。傅博雅的事儿，没这么容易解决了吧？这个男人到底什么来头？怎么我的事情他一清二楚？
看来还不能激怒他，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好啊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你要告诉我，我怎么帮你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把留在你妹妹那儿的把柄都收拾收拾。下面要做什么，我会告诉你。以后你只需要安心的在顾家当你的少夫人就行了。另外，每个月我会给你一笔钱，当做我们之间的合作费用。OK， 成交。我就喜欢你这种识时务的女人。真好啊，终于呀可以出院了。哎，走吧。哎，露露，哎，少爷回家了没有啊？少爷回家啦，他还说让我直接送您回家。是这样的，我好朋友呢知道我今天出院，想约我出去聚一下。啊，可是少爷说了，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回家才行。哎，露露，如果少爷问的话，你就跟他实话实说好了，出了任何问题都由我承担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是好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少夫人。少爷，少夫人呢？少夫人说有朋友约她出去聚一聚，就让我自己先回来了。什么？这刚出院就出去聚会了？哎呀，这个锦溪真是。少爷，您找我？我去上班了。方叔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方叔，公司的事，一直以来你是跟谁接头的？林理事。林理事，他最近有跟你说什么吗？有吗？您的秘书陆安安，最近一段时间跟常志成走得比较近。常志成，看来这个常志成已经坐不住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好几天没见着我妈了，可想她了。哎，护士，哎，苏小姐，我想问一下我妈妈呢？你妈妈刚才来了一个女孩，说是你姐姐把她带走了。我姐姐？对呀，我还纳闷呢，从来都没看她来过，好像叫什么贺锦。出事了，快走！哎，苏小姐，苏小姐，贺锦熙，你站住！贺锦熙，你太过分了！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要是还有人性，就不应该碰我妈妈。妈妈，她有什么资格做我妈妈？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苏妍希，你把我出现在神龙集团周年会上的资料、照片，还有我的手链还给我，我自然会放了她。不然你一辈子都别想见到你妈妈。贺锦熙，喂！妍希，你一开始跟我说的，你姐姐毁容让你替嫁这事儿，我以为你是糊弄我，或者是你电视剧看多了瞎编的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怎么办？我们报警吧！啊，他挟持了你妈妈，这是绑架！我不能报警，你不了解贺锦熙。如果我报警的话，妈妈性命真的会有危险的，而且顾西城也会发现我从头到尾都是在骗他。怎么办？你打算怎么办呀？你先回家吧。哎，妍希。
安安，进来一下。顾总，有没有人进过我的办公室？没有啊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的文件，还有抽屉，是谁动的？可能是保洁阿姨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碰着的吧。动我抽屉里的文件，是保洁阿姨的工作范畴吗？嗯？顾总，我不知道。还在撒谎！顾总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在您不在的时候翻您的资料。但是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把您的资料外泄给任何人。顾总，你要相信我呀！承认的倒挺快的。你应该知道，作为一个商业间谍，最后的下场是什么。顾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您看在我跟了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求求您高抬贵手。起来吧。我也没说要把你怎么样啊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应该不可能这么蠢。这样吧，既然你跟常志成很投缘，那我把你调到他那儿去做秘书吧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呀，就到常志成那里去上班去，也好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不好吗？顾总，您是想让我过去替您做些什么吗？嘘，你是个聪明人。张叶达，你从哪儿弄的这家医院？我是整容医生啊。如果你是整容医生，那你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如果你的脸能这么容易就整回来的话，那我何必要大费周折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万一你有其他目的呢？不帮就不帮，别找那么多理由。待会儿你在外面等着，不要进来。为什么？人是我带来的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想跟我合作吗？如果想的话，就不要问太多，知道太多对你不利。整容医生，你当我3岁小孩啊？张总，这个地方就交给你了。是。